龙血宗种呢，顾名思义呢，是一个商会，商家嘛，应该是取之社会，用之社会。我们应该关怀整个社会。那我们也鼓励我们的会员跟我们一起去参与，做一些慈善的工作。疫情期间呢，我们也捐助了医疗设备。那在水災過後呢，我們也捐助物資，動員去幫忙清洗。我哋龍血宗種咧，每年都係會做一啲慈善嘅籌款活動啦。咁啊，每年都做，3年又做一次大嘅。咁啊，所碰到嘅困難咧，主要都係你知道㗎啦，都係資金嘅問題。咁另外一方面咧，就係我哋嘅人手啦，因為除咗你出錢出力之外啦，仲要招募一啲有能力嘅，尤其是年輕一輩嘅咧，我哋將成個 project 去帶動大家一齊做啦。我們龍血宗種的慈善公益組，我們會捐助單親媽媽啊、hospice 啊、紅星夜會啊、盲人啊，這些我們都會根據個別他們的需要去資助他們。其實我哋商會咧，每年喺唐人過年啦，就會有好多活動，但係我哋都唔會忘記我哋嘅友族同胞嘅喎。咁尤其是咧，好似最近我哋喺哈利拉耶嗰陣時，又去參觀孤兒院啦，同啲細蚊仔玩，又係講到嗰樣，又係玩遊戲。咁我又覺得咧，我同啲細蚊仔玩遊戲嗰陣時，叫佢哋跳下 Kiri Karan。諗住好易嘅，其實咧，如果你叫我跳，我都有啲困難。咁大家總括嚟講啦，我哋有大家一齊參與，同佢哋玩。佢哋有啲人嚟探訪，我哋真係好開心嘅喎。看回我們龍血宗種，今年已經邁入120多年哦。其實我們見證了馬來西亞到戰爭到獨立後到今天呢的整個發展歷程。那所以你可以看到，其實我們商會在不同的時候呢，扮演着不同的角色，帶領着商家呢，跟政府溝通方面，在解決商家的問題，幫國家招商引資，都做着不可磨滅的貢獻。請慷慨解囊，支持龍血宗種慈善球賽暨晚宴，7月17日約定你。記得啦，大家喺7月17號到時見到你啦。7/7約定。